聽眾朋友，今日係8月號康健來報道嘅兩個單元咯，同大家傾下來關心到嘅兩個康健話題啦，或者呢兩個成長期嘅問題，人生有兩個成長期嘅一個問題，想辦下吼，是唔好講話冇注意佢呢，看下佢嘅一個變化啦，也講到有一個查兩個藥膏啊，查乜個機會啊，講會唔會退冇呢度，講冇嘅時間就會夾夾去醫院啊，培訓真係做下檢查吼，冇呢都像頭先講到嘅啊，有種人是動物原來啊，原來都每下呢聽嚴重呢哦，佢是當麻煩吼，我上幾下轉到呢節目當中，我夾夾實實啊，過來撈呢個熟幫來打在鼓咯，頭先你講到嘅吼，有當到嘅朋友啊，呢到一個急性期嘅時節，做得用辦來處理啦吼，唔過有陣時就會成日隨時帶點一個亮亮嘅東西，我做得差，我有一個藥布吼，頭先講到藥布啊吼，就咁樣強用做得得，另外其實有到上班下，記得係咪用一個藥膏要冇？可能擦也係用呢種退也係吼，退好過後就個搭藥膏，也是3種嘅呢。係，不過我就知道，呢一個效果聽起來挺好吼。其實唔建議相信朋友來用做啦哈，因為有的藥膏來講，它是有藥性的哈。那其實這個藥性會透過我們的皮膚被身體吸收。那有的人呢，他不只擦藥膏，佢還吃一些藥，止痛藥什麼。有的人佢唔係落背擦嘅天，記得他會食一個止痛藥嘅。嘿，對，然後所以效果都強呢。嘿，對啊，剛開始別人講，你嘅身體的負擔就會很重，然後你要靠肝臟啊、腎臟去代謝呀的藥物來講。你別人講，你雙氧筒他們還沒治療好，可能人嘅問題又出來咧，所以唔建議太過度的。所以假使長期按用啦，吼，有食止痛藥嘅啦，吼，有搭藥布，有藥膏，有配兩個用亮亮嘅，兩條全部係要全部用嘅哦，按多種。第一個啱從來講可能沒有關係。啱從來講，因為都有你看，就是藥物一直加成嘛。我等等講，有時候你的那個身體的負擔會變重，你的肝臟、腎臟會比較辛苦。那另外來講，我們的皮膚也會受不了。你又塗藥膏，然後你有搭落去，那其實那個雙重的刺激來講，那刺激嘞。對，那很多你酸痛還沒解決，你的皮膚就先出問題。所以了解假使從按用一張用法，有可能啊，體育你了解肝啊、繞啊，你就負擔咪重太重。個來啊，你嘅皮膚來講啊，咪可能被看唔讓按用嘅一張方法啦。所以提倡鄉親朋友一般用是冇用按多種咯，好除咗呢度嘅方法之外，頭先講到了解冰敷嘛，係一定重要嘅。就個咧，我看到呢一下，竹檔啊，有兩件呢東西。你係基本嘢，老大家講嘅嘛東西哈，新嘅東西。也來講，也現在是我們在運動場上動充會用到的，叫肌內效。運動嘅時間會用到嘅。很多運動選手，從啲運動選手啊，或打籃球的選手來講，他多多少少都有酸痛嘅問題。那這酸痛問題，可是肌肉上場去比賽嘛。真嘅呢，呢時節是上場去比賽嘅時節，就會痛到難唔好嘅用嘅身咯。所以就要有時候就要靠這種，這是非藥性的一個肌內效。也是從頭先講到嘅，冇肉嘅，完全冇肉性嘅。對，它完全冇肉性，所以我們要根據說肌酸痛的位置，然後肌肉的走向，去幫它貼在它受傷的位置。那有的選手來講，那還有這個肌內效貼布，有些選手，比如說他是要加強他的肌肉力量，那這個貼布的話，我們貼法不一樣，也可以加強的一些要達到說，讓它更好出力啊等等，或是抑制它太緊的肌肉，讓它貼了之後可以放鬆。那這個肌內效貼布來講，目前對酸痛來說，我們在醫院一般的醫院來講，比較大量在使用。我對呢印度來講，係從頭用呢一種嘅，嗬。5個講真嘅，我頭先有發現同你講哦，一個擔嗬，你係一個雙氧筒嘅突發，讓你嘅增強你嘅一個肌肉嘅一個講強度來講，你係冇強壯嘅。韓國呢，佢哋係效果上來形容吧。這個效果來講它主要是因為它這個貼布它是有彈性的。然後賴肌係有彈性的，所以你一般來講你搭把我們的肌肉上面來說，它會把肌走得到我們的皮膚還有筋膜，讓佢賴起來。
哦，即係 Andy 了解假使講你有上到嘅時間哈，可能你嘅了解見咗哈，其實會種，後會種嘅時間其實 Andy 嘅寫啦也都哈，我香港呢是冇按簡單，會行五個，你了解按用拉起來綁起來嘅時間，其實種其實做得好順的哦，就是水管像水管一樣是好順利，可以那個流動比較方便，比較快一點，所以壓這個貼布來說，它就有這樣的效果。所以你按用一隻效果來講啊，嗬，你發現你會要按到種嗬，你哋數行那個係5條線嘅，我哋一下那度係按用剪開來填，剪開來，對，一上去都係用半天，啲手掌都來了。一般來講哈，像這個對消腫，比如說有的人腳扭到，可以腳會腫起來，那我們就會貼按用五爪，叫做爪型的。腳要去片到啊，用半天就會有腫起來。好，那這時候我們就Annie就在用這種爪型去讓它消腫。好，另外其實有些酸痛的問題來講，我們也可以剪成。像這個是算 X 型的，好，那另外像這個是 I 型，我們這個叫 Y 型的，好，這個對一些像比如說比較長的肌肉，像你手背啊、打 Q 啊會酸痛啊，那我們也可以貼這種，好 X 型。講嘅嘛嘅打 Q 啊，往媽媽手也係網球肘，網球肘你走得用嘅，對，是走得用。一但是阿妹男生音呢？哦，阿妹男生音，正認同嘅是這個手位，它這是比較小的肌肉，哦，那這個是屬於那個媽媽手，走得用也種嘅，也可以，沒走得。那像這種比較小的肌肉來講哈，那比如說我們也可以把它剪，然後一剪好細條的哦，然後是走得大白牙，好，那這個但是還是要根據那個走向去搭啦，然後這樣子的話，對於它活動又可以幫忙，它可以一邊活動，然後呢，它那個把那個壞的東西可以帶走的話，它的酸痛就會減少。哦，安樣型啊，所以呢是係 Andy 嘅，啊，呢個對藝人沖頭為用。不過，呢個唔係講緊哪類，應該係賣，全部賣得到咩？亞爾西藥房東都是賣的，賣得到係當簡單賣得到。不過用辦用，你都唔係自家，哦，用辦用走得用辦用。嘿，對，所以建議是講吼，你如果有需要的話，走得去醫院。你可以去問醫生，還有物理治療師，然後佢做啲教你用辦答，馬甲門聽用辦答，然後這樣子你自己在平常在使用上就照着那個方法去答，唔好自家凊彩亂答。因為自家凊彩亂答來講啊，雖然講佢係當好用嘅東西，不過呢，佢係完全冇效果嗬，所以我係經過醫生，學一下物理治療師，佢都來教你，學佢用辦來做，你就用辦來去做利用，嗬，因為係好得嘅。咁講喺發現你會記住冇強用嘅色，但冇強用嘅色係因為記住嘛嘅效果冇強用麼？一般來講係。都強溶啦，效果係強溶。不過我們臨床上有啲因為講吼，佢如果說佢係慢性痛，佢是感覺講佢搭下風扇，好，他覺得好像有熱敷的效果。那可是如果是那個藍色的，有啲因急性痛，佢感覺好像敷冰塊一樣，他覺得有那個鎮靜的效果。哦，所以賣嘛嘅色和佢嘅了解上去咧感覺未當重啊，對。不過其實這都心理作用啦，那自己顏色它沒有影響，都是一樣的效果。我全部強用啦，嗬，只係講到賣嘛嘅色，上班要講哦，什麼也是，而家講水風色嘅，嗬，色嚟是藍色咪有可能啦，不過看你設計啦，嗬，而家嘅校內色全做得啲效果全部強用。好，一講到呢位有向前朋友可能想到，誒，啲題題是老大家嚟講到嘅，即係而家雙樣同嘅時節，也有鏡頭幫到嘅時節，一定用辦嚟做處理。而家假使嚴重嘅時節，嗬，一啲遇到醫人啊，有醫生要到因為啷講我哋嘅。開刀手術了的，咁個人講正經嘅嗬，從幾多按樣開刀手術是做得好多動完全冇，也係講要買個清空字嚇，停出來手術。哦，其實雙院筒冇一停來手術啊，因為你還是要清到原因係乜㗎，哈。那因為它發生的原因有很多，就你有可能係姿勢不對，長期姿勢不良，那這個只能是開刀。那可是如果說，你過度的使用，然後你嘅鏡頭賴斷體咧，該時開刀來接轉去。
吼。那人个因创啊会通道，相信朋友会讲爱上轮骨、骨刺。上轮骨来痛吼。对，那骨刺，那其实有的人是讲会开刀，其实骨刺某一天会开刀啦哈。因为骨刺来讲的话，一般你到中年以后来说，那个整个退化有可能它就会长。哦，那可是肌如果摸照到神经，摸照到我们的肌肉组织会痛会麻的话，开始不是与跟肌没有关系。所以 Andy 讲到，你啊假使讲，比如上轮骨啦，也係講到你啊個 Andy 會有那個酸軟痛的一隻部分，係講摸照到神經，好唔會影響到你啊個生活來講，吼 Andy 是唔冇去講天朝我來受損用辦險吼，也是來提倡鄉親朋友吼，好講到了位啊吼 ，Andy 頭先有講到啦，有內道嘅痛吼 ，Andy 想講動降心去做一隻處理咧吼，你頭先咧講到嘅即體體係做得平時做得上去來好好來看用辦去做下處理下，佢嘅兩個酸軟痛可能是唔簡單嘅，不過呢。學定應講嘅哦，純來係內道東西咧，Andy 家下陣個技術來讓大家來講到吼 ，Andy 來講到呢一隻部分啦吼，好來呢一隻部分是係 Andy 嘅，算係一咩我做乜嘅？肌內效貼，肌內效貼布啦吼，好啲是 Andy 講起嚟講向我上我嘅講提到嘅是，有到係酸軟痛嘅一隻問題啊，是係。可能你痛洞橋，嚇痛洞橋呢，Andy 愛去醫院本身上做檢查，假使你冇去檢查，可能會更麻煩。有的疼痛的話，吼，它係一種很危險的警訊，所以你是愛去醫院檢查要做的，吼。比如說有的人來講，比如說有的人來講，吼，這個疼痛可能是安布拉，好安布拉樣情痛，好，那而且這個痛啊，吼，會影響到他睡唔得、失眠。那這個來講，你一定要去醫院檢查，看係什麼問題造成的。那另外一種痛係講吼，它可能持續不止2天3天，可能一個禮拜，甚至2個禮拜啊，這個疼痛你沒有去本身上檢查看看。係，所以呢 ，Andy 講到呢一個痛來講啦，吼，平時 Andy 做得用呢一個藥膏啦，也係講用冰嘅，用呢一個頭先講到嘅呢一度冇藥性嘅呢一度特步來搭啦，吼，其他嘅合痛嘅時節，吼，就講痛洞橋嘅呢一度，吼，嚴重來講啊，吼，可能是會有 Andy 講致命嘅危險嘅，吼，比如講像你拄到嘅呢一個梨啊，有拄到食拄到那種嘅梨啊，做得來讓鄉親朋友來講。哦，從有的人啊，吼，那個從後生人，尤其後生人很容易忽略。我呢度時曾經拄到一張從22歲嘅後生人寫來嘅，去當校打球啊，哦，可是佢打球佢創啊七條會痛，哦，佢是感覺講哦，可能打球啊，因為牛刀還能用辦，所以佢是嘛都講係使用高圖，好，只係佢可能係應用使用高圖，也係講佢同一步嘅指甲是會好咧，佢上個指甲會好哈。那後來其實這個疼痛還是一直在嘛，哦，那也去診所啊、醫院啊去走治療，可是都沒有效。然後後來我哋到醫院檢查，結果你照 X 光、照 MRI 去看了，你才發現說，哎呦，佢個痛唔係普通的痛，佢係骨頭上個癌症，哦，所以造成他那個7條靠近關節的地方的那個疼痛。那這個時候就唔係治療，不是那個復健治療做的處理的，一定要進一步的去做。可能要像他就是要做開刀啊，放射線。是係 Andy 頭先提到嘅，吼，慢性控制下天朝外來手術嚟啲部分，從安樣嘅情形進行嘅吼 ，Andy 愛自家降心，自家注意，將有可能嗱來合作到來發現，假使講頭長久嘅時間可能是都麻煩咯，吼。先到了，為咗來聊下家下進到 Andy 嘅節目當中，將個技術來留 Andy 出幫來打在鼓。